護老者真實分享神路嘅經歷。護信護老歷程負面鼓勵瞬間傳遞，透過故事傳揚愛與希望嘅訊息，作為與其他同路人互勉嘅信件。神路嘅護老故事，殷先生在去年跌倒昏迷送院，醫生檢查後發現先生有中風及骨質疏鬆，先生亦因痛症需住院40多天。轉變嘅關係緊密，但亦多了摩擦，因照顧少了個人時間。甜蜜嘅經歷，與先生一起和朋友飲茶，亦會和先生出席公司的退休活動。困難與克服，欠缺個人時間和喘息空間，需長時間照顧先生。我有時會和先生協商，讓我能參加中心活動。面對困境，第一時間想起中心社工。幫助你嘅人說感謝或祝福，多謝你哋。勉勵其他護老者，要相信自己，不要放棄。護老者角色教曉我要有耐性和細心。如想分享你嘅護老經歷及勉勵其他護老者，歡迎投稿。你嘅護老故事經審閱後，有機會刊登於本中心網頁或電子刊物《護老三思》內。如果有需要社工代為筆錄，請致電護老者支援熱線。